語重心長嘅資深講道人咧，佢認為上帝係可見嘅嘅第一個原因就因為咧大自然世界係好奇妙嘅咁。大自然或者宇宙嘅奇妙咧，就令人咧係感受到咧呢個上天係有一個主宰嘅。咁當然咧就唔係淨止基督教嘅近日咧我聽咗呢個笑匠許冠文先生咧，佢同中文大學嘅醫生有關於生死嘅對談咧。許先生咧大致上都咁講，佢話佢就唔信耶穌嘅不過睇見呢個大自然喺呢個宇宙咁奇妙嘅，咁佢話佢唔相信咧呢個天上咧係冇一位所謂設計師其實中國人咧大多數咧不嬲都係相信咧呢個上面係有一個主宰嘅正所謂舉頭三尺就有神明問題呢個主宰係咪直接可以話係指向猶太人嘅嗰個天主或者上帝，佢嘅名就叫做雅威，又話亞威，又或者耶和華咧似乎又要提多啲證據先至得啦。